今仔新竹市4年前，甲体育场原本的墙拆掉，甲改做开放空间，讲是要方便民众随时出入来运动。不过最近嘛有真侪人来反映讲，伊的衫裤、甲皮包手夹等等，拢向偷摕去。警方这边是表示会搁加强巡逻。不少民众惯是透早空气好出门运动，因为咧运动的时不方便排卡网，只要甲放店边啊。 想要到煞好贼仔偷摕去。新竹市运动场因为是开放空间，3月开始陆续传出有民众物件拍无去，连续就出头。但是他大概就是绕几圈就看一下他的手机，看一下手机这样，可能就是在那时候被盯上，所以大概差不多再绕圈大概不到10分钟吧。然后他再绕下一圈的时候，就发现他手机不见了。这无所在人往囥，伊就是门囥咧壁边的，爱人落去运动。 咁是倒去运动，啊！你讲呀，我若查啦，我看你走过遐吼，我就使下手啊。咱遮会使装一个吼智慧，吼看迄边边一样，咱落钱，按就会使防止。加在运动场内底有装不少监视器，目前经过警方追查，已经抓到一个嫌犯。体育场嘛提醒来运动的民众，一定要注意随身的物件。体育场为开放式场域，目前有24小时保全，还有16支监视器。那体育场会跟警方配合来调阅监视器。那也希望大家外出运动不要带贵重物品，尽量着轻便的衣物就好。该名女性窃嫌在体育场窃取运动民众财物，共计作案3起，已循线查缉到案。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，已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。持有把呼吁民众出门运动简单就好。 建议民众莫炸贵重的物件去运动。另外，警方讲最近卖地附近加强巡逻，维护治安，确保民众的安全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